乡亲继续来看郭台铭独立参选总统，但是伫全台湾各地连续陆续发生着提钱换连署的案件。台北地检署昨嘛查到一件，而且这个涉嫌人真大咖，就是德联邦的大脑外号将军的李将军，伊即摆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副主席，伊涉嫌用1份300块的计数换取着民众的连署书，即摆是以60万块来交保。这个穿西装、头毛白苍苍、被市调处移送北检的，不是普通的老灰啊！伊是奉称作是将军的李总规，曾经上入到官员的德联邦地党创党重要人士，即卖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副主席，却因为涉嫌污洗被检调所在约谈。面对镜头点字，经过大风大影的李总规，即便搁再出现伫地检，是因为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争取一般选民连署支持参选总统。伫民进党高雄市东部执委詹瑞涵，和已经被国民党停权的前中常委范成连了后，第三位其他党的人士牵涉到现金买票、违法争取连署被约谈。伊透过亲信，以每1份300块的代价对外收买连署书，检调搜证了后，因违反总统、副总统选罢法，命令李总规60万交保，其他7个被告分别是4万到15万交保候团。将军的身份真敏感，通缉党的背景丰受到统派的党内总裁白龙张安乐，无排除有重罪介入，检调嘛将会调查，就惊有心人士企图想要干扰总统大选的进行，所以个就是要铁查金流，调查案情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